己一个头家人透过奶加入到投票，这个股票投资，哄骗5000多万。啊，家己的警方掠诈骗是请军入网，用钱甲这个车手写出来甲扣起来。夹正。暗暝白色的轿车驶真紧，后壁的远景嘛是立条条。车顶的驾驶甲乘客拢互警方制服，原来因是涉嫌假投资诈骗的车手。伊个50万领去追收的。顶个月28号，嘉义警方用面交的方式甲嫌犯写出来，当场查扣赃款49万外块，甲赃物依法上班。不过，同款互假投资诈骗的受害者那一人。他们的手法细腻，是因为他们先了解你的状况，嘘寒问暖，然后再不断的让你一步一步的走入他们的圈套里面。受害者伫5月份加入投资群组，照指示下载 App 买股票，搁互投资公司的收款员到超商收款，期间就赚10多万，过来买价值2500万10公斤的黄金。一直到要摕本金的时，互要求爱立保证金，才知影哄骗，前后损失拢总5000多万。所谓的这个稳赚不赔啊，或高投资啊、零风险的这一些，都是属于一个术语啊，都潜藏的可能是一个诈骗的行为。嘉义的警方统计，10月份早期案件受理的数量拢总有223件，金额到7000多万。其中上接触现的就是假投资的手法，上侪地区分别是民雄乡、朴子市、中部乡甲水上乡。除了加强敲诈，嘛呼吁民众就要提高警觉，避免受害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